2026年香港商業格局大洗牌，唔少傳統行業面臨挑戰，同時亦都有新興賽道逆市爆發。想創業或者頂手生意，選錯賽道隨時血本無歸。揀啱咗，分分鐘1年回本。美聯工商鋪獨家分析2026年8大潛力賽道。第8位，技術服務業、水電維修、家政服務 AI 取代唔到。第7位，無人自助店、夾公仔、自助洗衫，慳人工就係賺錢。第6位，電商物流，做網購最後1公里，食盡死角鋪位紅利，進入中高端賽道。第5位，變靚行業，美容美甲，月紀消費永遠有市場。第4位，零售業新玩法，跨境電商體驗店，線下體驗，線上落單，現金流超快。第3位，寵物經濟，主人慳自己都唔會慳寵物，抗風險能力極強。嚟到終極王者啦！想知道最有潛力行業 Top 2，想知邊區鋪位最適合你嘅創業大計？美聯工商鋪掌握全港最新租務數據及頂手盤源，即刻點擊下面連結或者 inbox 我哋，幫你匹配最強創業基地。記得 like 我哋條片，訂閱我哋美聯工商鋪 channel，同埋分享俾你身邊嘅朋友啦。